今日連央上師就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第19冊靈與我之間嘅精選分享。蓮生活佛佢寫呢本書嘅話，我寫呢本書呢，靈與我之間係為咗破除迷信、破除無知、破除啲人覺得因果報應係迷信嘅觀念。但係我諗翻自己，如果唔係有咁特別嘅緣分，咪同普通人一樣，覺得靈魂呢啲嘢係藐嘴藐舌，覺得呢啲係荒謬到極嘅大話。而家嘅三度空間已經慢慢發展成四度空間，四次元嘅世界已經有科學家努力研究緊。英國嘅倫敦、牛津、劍橋同美國嘅大學都有開靈學課程研究，但佢哋只係研究，而我就係親身經歷嘅人，希望我嘅經歷可以幫到所有研究者，等佢哋摸索到一個美好嘅光明前程。無色界嘅上乘神仙三山九侯先生鼓勵我寫出我嘅真知真見，是話蓮生法句經入邊有句話：出言以善，如扣中盤，身無議論，道世則安。如果係真嘅，有咩好驚？當初我提點你，就係為咗今日。講真話嘅人唔使靠布施、持戒、學問、多聞，只要講真話就得無量福。你仲唔寫，就係因為咁。我寫出喺呢個世界上從來冇人寫過嘅嘢，希望喺未來嘅世界入邊，有人可以證明我寫嘅全部都係真嘅，咁就真係功德無量。喺呢本靈與我之間，我會詳細講靈機神算漫談入邊遊歷太虛幻境嘅一段插曲，特別記低佢。我去到一個煙霧彌漫嘅大山，行入一座洞天虎地嘅深院，個院嘅地係琉璃地，所有裝飾都金光閃閃，全部用金銀琉璃琥珀起，光華璀璨。喺第三院供奉咗三寶佛像，佛像前面有個大香爐，古色古香，檀木香氣4日，香氣沖天。有個出家僧人背脊向我咁坐喺度誦經，聲勢又低，似誦非誦。我問：請問大師，呢度係咩地方？佢靜靜唔答。我再問多次，敢問大師，呢度係咩地方？大師轉身話：東方淨結國。當大師轉身，我嚇咗一跳，原來佢個樣我好似記得，而且越睇越似自己，好似自己一個人變咗兩個人咁。我忍唔住話：你係我。大師點頭話：我係你法身不動，不生不滅，不分別，寂靜也。原來係咁，原來係咁。我心入邊狂叫，我好似已經完全明白咗靈界遊歷之後，突然有一種大徹大悟嘅感覺，絕對唔係發夢，發夢冇咁真實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以上所有分享都係摘錄自《蓮生活佛文集》嘅精選篇，同時亦希望大家可以網上留言。下集再見，阿彌陀佛。